去负罪。耶稣的厝是伫一个小山顶，对遐有看见花开真水的草坡，甲青翠的麦仔园，发真淡的橄榄树林。等人车落道对遐爬第一路，规年通起有细悬山，甲亲像骑底石的湖。约瑟甲玛利亚有甲耶稣做要紧的代志，也都照顾耶稣的身躯。耶稣渐渐大，智慧日日充满。伊的爸母不时带伊去会堂。耶稣伫会堂静静听先师所讲的话，伊也常常祈祷，也真够唱歌。伊对逐人真亲切，上帝甲人拢听伊。耶路撒冷城一年一摆大闹热，这时逐所在的人拢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。耶稣12岁时，也互爸母带去负罪。玛利亚听如啊，耶稣甲约瑟做阵行头前。秋天时，天清清，鸟仔吱啾叫，草仔规顶叶仔飞来飞去。炉瓦顶的玛利亚一个唱歌，约瑟甲耶稣也相搭唱讲，因为耶和华甲听伊的话的人要得到福气。啊，真快乐的负罪，敢是